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对3月15了后，约用2个月时间，咱会暂时性伫厝内底用网络转播来共同礼拜。因为用这种方式会改变，所以牧师有以下几点会提醒。第一项，虽然咱伫厝内底敬拜上帝，依然是全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同一个时阵做伙同心敬拜。所以，咱依然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。咱所信仰的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上帝。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是伊所欢喜的。第二项，所以咱伫礼拜开始的前10分钟，咱也是会由牧师伫传播中带领大家做伙来祈祷，接续有事情来建造。所以咱得将圣经甲圣诗事先准备好，全家做伙准备心来礼拜。第三，咱得按照师会的指示来进行礼拜的整个程序。吟圣诗的时阵，如果若方便的人，咱得起立，用敬虔的心做伙来唱。大欢喜，和乐来吟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启用的时阵，咱就用回应的心，甲师会做伙来启用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第4项，伫奉献的时阵，咱就将奉献的金钱分别出来，咱准备一个箱仔，也是铺满来放这奉献的金钱，听候适当的时间提到教会。也是利用教会所提供的奉献的方式来奉献。我就敢要提去教会，好，安尼接互你。来，我小等，我用信用卡，所以我写，你直接替我提去教会，好。咱就先把钱献到内底，有时间才做伙摕来教会。最后，咱同心接受祝祷，然后默祷散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咱更加应该爱专心信靠上帝，愿上帝赐福保守。亲爱的家长们以及孩子们，别忘了每个主日的上午，我们也会有儿童礼拜的转播，欢迎收看。也千万要记得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观看，而且我们有给家长的一封信，欢迎你透过那里能够知道如何陪伴孩子们在信仰上的学习。愿上帝祝福你。上帝赐福恁教你，